觀眾朋友，今日個好模範收看福起來的阿明谷劉浩明講起新幣的故事吼，其實福起來以前有請過幾多的朋友來講新幣的故事，但是我哋今日要用一個考古歷史學的角度來收解我哋今日新書《開闢做準新幣客家莊》一本書。怎麼用考古歷史學的角度呢？因為考古歷史學，伊唔單止可以研究當時的一個地方的主體性，同時嘛可以填補無文史時代嘅白歷史。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曾鳳賢先生，鳳賢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的曾鳳賢。今日個分享我哋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就是收解一本書哈。但是因為一本書上面哈有3位作者嘛哈，誒，當初那怎麼會寫一本書呢？因為去年那個新皮鄉公所，他們有想要再重新再出跟客委會申請計劃，因為以前新皮它就是跟佳冬一樣，那是屬於溜隊裡面的左隊。那當然說現在有一個行政區域劃分，新皮跟佳冬是拆開的，那就是說我們去 retrace 去回溯一下，說以前新皮的歷史，那還有相關的跟關於那客家人，我們客家人，還是說也客種的一個開發史。那所以說當時我們提的一個建議就是說，我們不要再照以前那種鄉志的寫法，那或者是說比較偏重於說文獻啊，以前曼寧怎麼講怎麼寫，那我們就一直延續這樣子去，那其實就沒有什麼樣新的發現或突破。那基本上，因為我碩士主修是在比較 focus 在重點在歷史考古，那所以想說是不是用一下我們另外一個視角、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說，以前一個它種，那它的歷史，那還有它的文物，那可以去補足說文獻上、歷史上這些所不足的地方，因為其實大家大家都其實我們都平民老百姓，那其實在一般官修的正史上，他只會去寫那種有封到很高的 level 的行政稱謂的人，那做官的。可是有一個問題是說，以前那個清代日治時期、日本時代，那當時會來台灣的做官的，基本上一個好老發就是來跪罪問解，那他回去就可以再升官，因為他有這個經歷經驗了。那所以當時其實對於這一些的一些評論啊，那並不會說一個很客觀，甚至說流於一個很主觀的狀況。那他當時看到了，他可能在任期一年其實短短1年，你要光看完一個鄉鎮都有一定的難度了，何況當時的行政區的劃分是蠻大的。以前高雄它是叫鳳 QA， 就是從我們整個大高雄都叫鳳山，對。那到現在才有一個到近代我們有行政區域再去細分，所以說其實這一次新皮這個我們去針對他總去做一個調查跟研究，那其實也發現了蠻多我們可以再去討論的問題。那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初步的開始拋磚引玉，那也是希望說各位先進跟各位朋友日後也可以再給我們一些建議，或者說怎麼樣讓我們一個客家人客家人的文化跟我們來去這些遷徙移動的記錄，那對於自己的根跟文化可以有一個更不只是說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是精神。那語言當然是一個很快速可以去分辨辨別的，可是其實我看更看重的另外一點是精神的，對，是。
點。我發現那個其實那本書後來用所謂的考古歷史學的角度來去解釋你們後來所去調查的幾個客家莊裡面，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但是鬼東岸的最開始，黑梅團的觀眾朋友他要講一下講，新埤鄉是一個怎樣的一個村莊呢？整個新埤鄉啊，那其實我們顧名思義啊，新埤，一個埤啊，它在以前那個漢代的《說文解字》就是開埤作準，那其實它就是一個灌溉水利灌溉系統，種田它會需要的一個水利設施，或者是說它做一個支流把水給引過來。那一個新埤它的地名的來由就是這樣子。那其實說我們這一次的地理調查，我們這一次的調查研究也是很 focus 在地理水文的部分，因為我們人的生活絕對不能缺什麼。第一個空氣，沒空氣我們60秒可能就結束了。那沒水啊，沒有水喝，那也是很快，這都是生命的必需品。那第二個問題呢，所以說綜合剛剛的問題，空氣不是問題。那再來就是說一個水資源嘛。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聊到一個淺山啊，千山莊、千山村，它也是因為水患，那淺山，那它是經過了3、4大規模遷徙，那後面那也造成了它現在的一個行政地名的名詞。那本書裡面的人，他已經有提到了新埤客家莊，所以說這本書它其實 focus 在就是亞伯西耶客家莊。對啊，可是有一個問題是，一個以前的基虎啊，基虎就是一個以前左追大統領張家，他最早他們來台主第1代、第2代、第一代，那就是在那邊做生意的，跟當時已經來這邊的南島語族的朋友啊，那個時候有一個做樹頭的，伐木啊，林場啊，這一些關於植物的第一級原物料的經濟跟交易，對，所以說我們要回來再去思考一個問題：怎麼樣的一個，我們要怎麼去定義客莊、客家居有 Q 種？對，這也是我覺得這也是接下來會再去思考的，可能之後會再就是這個，其實這也是新埤客家莊。這本書目前是對我來說算是第一個階段，第一個 stage。對，那接下來其實還有蠻多會再去做一些調查研究，那可能再做一些探討。因為楊醫師如果無嘛個確定的確切如果也係客家莊。也係好羅莊，因為其實早期就同我講嘅基輔嘅部分，有幾種嘢係咁樣做生意啊，甚至有啲嘢係對個西古來嘛，對。嗰時都係基輔嘅，譬如按你話，亦都係客家莊還是好羅莊，其實也要天理都冇講按清楚啦，對。但是還有啲歷史如講，因為一本書裡邊有講到，其實有講到一啲嘅人睇新埤鄉裡邊嗰種講到東閘門一件事情，做乜個東閘門會特別有一啲偏重嚟講一件事情。東閘門那個的問題是在於說，因為學界都目前認為是在一個嘉慶年間，然後甚至說更後面的時間再去修建的。但是我們那時候田野調查，因為它的是寫褒忠，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用回到當時的一個歷史環境背景，那嘉東跟新埤，通通都是左隊。那嘉東的西閘門，那會是一個很好去比照的樣本。那在兩邊都去做一個調查研究跟分析。一個史服啊，那個做城門那個史服，一個以前的乃水史服啊，他們用的材料啊、工法啊，通通的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所以說，其實它的年代是可以再往上推、往前推的。那第二個是說，從大歷史觀來看，以前滿清政府是不允許在台灣島這邊築城牆的，因為避免說造成會管理上的困擾跟麻煩。那客家人來啊，其實在康熙之前，
在康熙早期、中期到他光收復台灣，因為以前是鄭成功嘛，那再後來清代時期，那到清代康熙末期開始，那渡台禁令開始，渡台的管制開始放寬鬆了。那乃哈嘎來來去去，那其實他當時是一個沒有一個居無定所，我可能來這邊來一個做生意來了就回去了。那不像說比較後期，雍正乾隆。那我們很多文獻都會講到說六堆有64胎種，對，64個莊，我們知道，对，這是比較後期在發生的事情。對，那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叫客家人？其實最早我們也是從中原那邊因為戰爭啊、天災人禍這些等等的，那遷徙來去去，那哈嘎來去去，那一個。比較往北部新竹苗栗也是有我们客家的朋友南部就溜隊嘛，對。嗰時其實也部分咧，伊咧前世的歷史來講嘛，其實有對幾多位我哋念到文物地方可以去驗證到吼。嗰時也片部分，如果發現到講，其實伊咧東閘門的歷史地方，你可以發現到講，用東閘門以及個去收藏的東西，可以去發現到，伊可能也歷史的考古嘅部分，可能有幾多地方，我哋再討論一下。休息一下哦，下一段節目我哋買幾多過程菜故事哦。歡迎過來福喜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嘅曾鵬祥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做埋我寫一本書，開闢左尊神秘客家莊。我就想問下先生，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對東閘門伊用嘅材料，無論講伊要建築嘅形式來講法，其實伊應該唔係外面同人講嘅同我哋咧嘅家當嘅西閘門查研究嘅時間。我發現也係一個幾貼合的一個想法，因為以前大部分人家如果講文獻寫什麼，文獻寫說啊東閘門馬個寫下，台灣馬寫下，但是你頭頭提出的一啲證據。好，因為其實剛剛講，只有一般來講話查80年，以幾多個材料其實就不見得會是那個樣子，會落差蠻大。嘿，可是剛剛講也兩個成本以及個用的材料其實差不多，甚至講也會施工的方法差不多吧。可是也會這種相差的年代可能冇研究，咁一擺喺調查地步嘅話，唔係要調查出其他的一啲幾貼合的東西嗎？因為清代的瓷器，那像我們居家生活一定會用到的盤子啊、杯子啊、杯碗瓢盆，那這些都是陶瓷器啊。因為陶瓷器它是無機質的，所以說無機質代表說它不像一個樹頭竹筒像我們後鳳啊，常常看到那個梁啊、夯那是竹頭木頭的，對，那梳頭就是木頭的，那一個竹筒那用那個刺竹，那桂竹，那這些都是算有機質的，因為它本來是有生命的，那砍下來我們作為建築材料來使用，那這就是所謂的有機質。那陶瓷器這種是無機質的，我們採完瓷土礦，然後有火啊，燒火碗、燒碗啊、燒製碗，它就變成陶瓷器，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說，陶瓷器它作為一個，在現階段的考古學界，都還是一個很標誌性的，斷代點，或者說斷年的器物。那從大概9年前，在屏東市的勝利新村，那個時候就有採集到。它現在它也被也不是被指定為文化資產，對，所以說，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一個歷史啊，它不只有文字，那其實也包含，像我們現在生活會用到的手機啊、UMO 那衣服啊、鞋子啊，它其實都是一個時代的特徵線。那以前沒有手機嘛，所以說我們在那邊看到手機，當然不會說，哦，這個是跟
以前就有這個對。所以說，我們對於文物的出土跟還有它的地緣環境，都是要再去做一個整理跟反思的。可總一般來講，我其實我哋常常會看到講，幾多嘅歷史來講，譬如講我哋尼泊爾來講，尼泊爾我哋有一啲開基北宮，開基北宮很讓我看到咯，也用嘅香爐。好，上面有寫一些名台。冇如果有時間我哋會看到個奇怪，有個香爐呢同佢北宮，另外一個媽祖廟香爐看起來很像。那香爐一件事情，係唔係我哋可以去分段講？而係當初係一個用嘅一個來源，同時個也係人台太弱天來哦，可以啊。台灣的陶瓷史，那大概就是新竹、苗栗、台南，那這邊會比較早一點。然後再者就是說，以溜堆啊，我們主要是農耕嘛，那以農作物去換取這些我生活中需要的物質器具，對，或者說換錢也有錢，然後我就可以去買我想要的東西，我需要的東西。以香爐來講，那它算祭祀器，一個廟裡面，它基本上可能會比較常去添購去換新的。那一個家族一個那哈嘎林的後鳳，那周牌前面那個香爐，其實它不太去換。那基本上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說，在它沒有被損壞，或者是說有特別的一些祭祀傳統的一些宗教活動信仰的狀況下，那大概就可以去判斷說這一家的香爐，它除了上面一個周牌上面寫的幾世祖，你是24，你是喜，你是一喜2，這樣子一路算下來以外，還有它其他配備，一個燭台呀，那香爐啊，那花瓶啊這些，其實那它也是會隨着時代去做一個更換替代的。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看香爐，就是說大概就是福建的德化跟東西窯，那基本上到目前為止還是東西窯為最大宗。對，咁有就對中國福建做的香爐，咁伊當初係規批的賣到台灣，還是講其實係一度可能係一度種錢的人去到中國去買呢？有兩種方式的，一種是他批到台灣再去賣，再來賣，然後我們去買。那另外一種就是說，像一些台南呢做的一些調查分析裡面，就有看到它有所謂的一個定制款，它上面就還會有刻幾年。比方說乾隆幾年，那地址誰進獻，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是什麼時，這個時間點就很明確了，對，所以主要是這兩個方式，但是就算它沒有刻字，那我們跟有刻字的去做一個比較跟比對，一個後樓發的秋樓，那還有那個款式，那大致上也是可以分辨的，大概時間線上還是可以做一個去梳理跟釐清的。咁要不睇我哋新幣發現的香爐地位啊，那它又係分就是他們都係某個年頭的事情，大概都是清中葉，就是說乾隆中期，乾隆大概30年之後，以六堆的歷史來講，六堆來講，那整個我們的水利設施，那還有說渡台來我們的祖先來台灣之後，那在這邊可以定居的，所以說大致上在乾隆的中葉，大概20年、30年、20年的30年的左右到現在。但是我哋想講，其實跟年推地波，應該講可能乾隆中期甚至是乾隆晚期好了哈。那其實他們我哋的先民都回來台灣的時間，其實見到台灣冇安太一個商業的規模，嗰所以嘅香爐係咪當初以都台灣的時間順勢帶過來？基本上，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整個都是在清朝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說其實
就是所謂的供需法則。我今天有需要，那有需要就會有購買。那第二個是，我們先民會來台渡海來台，為什麼？因為在原本的居住地區，廣東省啊，那甚至福建省的北部，那他在那邊不利於耕種，那可能就是只能做比較偏加工業，那陶瓷的燒製，那還有一些就是說可能它更沿海了，那在沒有辦法說支撐它生存下去的时候，它就渡海來台，那找一個可以讓它發展下去的環境跟空間。对。古時在清朝方案可以有一個算是香爐安尼一個代表性的東西，至少可以提供我哋要香爐太陽吼，譬如講在中國的人可以即個要窑廠，以即個鐵色啦或嘛東西，然後用我哋的香爐來看。咁當你支持團有冇個代表性的一啲東西嗎？一個當時的執政的一個領導下，那還有他的。作為一個執政的主流文化，它也會影響說我們的生活。那當日治時期，那 TR 轉台灣連嘎主席開下，它其實就是在我們現在高雄的那個靠近內圍那邊的瓦窑廠。那現在是中都堂磚窑廠，它也是歷史建築。那當時就是說，以前磚呢，那每一個窑廠燒出來的規格，那其實都。有大有小，某凶啊。那後面當時總督府就是開始制定了一個規格化，那要幾公分，那幾公分長、寬、厚，這些都做一個規格化啊，不會說一個奶水師傅啊做這的時候，他各個窑廠來的大大小小某凶啊不好做。那其實這個方面，我們在看當地的。以前的火縫，那其實也是很驚嘆，說以前的師傅他那個功夫這麼好，那個大大小小的磚呢，他還是可以想辦法說去物盡其才。然後第二個是，我一直覺得很可惜，奶牛隊也奶水師傅啊、某熊師傅啊，這一些工藝比較偏工藝的方面都沒有被記錄到。對，那當然這可能也是跟一個地區特性有關係，因為。台中豐原那有一個地區叫醬寮，通通都是客家聚落，那他們那邊都是做木熊做木工的木工師傅為主。那屏東啊、高雄啊、六堆啊這邊我們就還是以農作物為主，但是我們也有很多出色的奶水師傅啊、木熊師傅啊這一些，周景生也有啊，也不只是台南。古時其實對留下來，不單是香爐來講，冇得講的鐵牙磚頭來講，吧，其實我們多多少少嘛看得出，其實覺得一啲上面的成敗很樣的。休息一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我來這樣的屏東的陳鳳祥先生咧，那現場同我分享講，我哋呢一般的香爐，還有我哋鐵牙磚，亦係會代表嘛個意思。我都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我哋今日會看到講，唔單止講係鐵牙磚啦，其實我哋嘛看到嗰度法磚，都係法磚一件事情，而代表歷史的一個年代，同時以這個係咪用迄個某個時節，然後開始會入到台灣的咯。那大概是在大正時期，也1910年左右。那當時又叫馬約利卡磚，那它是模仿歐洲的一個燒造的一個裝飾性很強。那其實我們現在會看到很多網絡搜尋一下馬約利卡磚，那就其實都還有專門的花磚博物館。那當時其實它一片花磚的價錢是一個師傅3天的工錢。那當然，那在這種高單價的情況下，其實某些角度它是用來彰顯地位或者說裝飾性，它不像說現在一般的
磚呢，就是我們奶水師傅在貼磚呢，那可以這樣子哦，一整面牆掃過去都拍過去的，對。所以說我們在後峰的柱子啊，或是行啊那邊可以看到幾片這樣的裝飾性的東西。那當然它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時間線的斷點點，因為這種東西在1930年左右，日本開始準備發動戰爭，跟他們的一個經濟崩潰期，就開始生產就越來越少，因為消費力跟購買力也開始都下降的狀況下，就是數量自然就也減少。所以說我們也是可以去判斷說一個大概這個建築物的時間線，它是什麼時候有被改建過，或者說什麼時候起造。因為歷史文獻沒有辦法給我們這一些答案跟數字的時候，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當時也有做口述歷史，就是說其實也有的時候行商啊，他們年紀有一些大了，那會有一些記憶錯序的問題。那但這個早晚，我想我跟那個劉大哥早晚都會面對到的，我們也有這個對。所以說，這就也是說我剛才講，我們在看待歷史，不是說第一個文獻，那或者說第二個曼寧誰講的誰講的就是對的，那我們可能還會需要物證再去做一個佐證，做一個參考。那三個結合，那我們再去做一個判斷評估。我剛才一般的庶民來講吧，一般的平民來講吧，其實最常用到可能的鍋碗瓢盆啊，或者碗啊盤啊，看一擺喏，一擺的新幣有乜嘅發現啊？我們從清代最便宜的漳州窯石蛙頭來講，到比較高等的福建德化窯，那以一個品質跟工藝來講，那它當然就是像我們同樣都是包包，夜市買一個199、299，那我當然也可以買一個幾萬塊的 LV，當然我是買不起啊，對，所以說這個我們東西我們也可以去判別說當時這個聚落這個區域。那大致上，民眾出現最大量文物的等級均衡的平均值在哪裡？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說，當時這個區域它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怎麼樣。因為沙崙啊，像沙崙那一邊，雖然說我們發現的是比較粗，那比較粗糙，那比較低價位的那個瓷器。那可是第二個問題來了，就是說現在的沙崙村，那其實那邊也沒幾多年啊，住民也是非常的少。那第二個是以一個地緣位置來說，那它也不在現在的新埤的比較熱鬧的鬧區啊。但是還有一個東西是開基把公，那開基開基把公，顧名思義開基，那還有開莊把公。開基到開莊這個東西，就是說，第一個說，那哈嘎寧，我們到一個地方一開始，那第一個是在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某幾周前啊，那就是最常看到把公最早的形象，那是一顆石頭，那還有一個樹頭把公，那就是在一個樹下，然後就是可能很簡單的用木頭一個梳頭尾啊，當然梳頭尾其實保存量很少，因為它會爛。那或者說簡單的鐵器或金屬器，或者說瓷器，那做一個香爐，然後就可以開始祭祀。那在一個老北市內埔的老北市，那它現在也都還有。那這個東西也是可以作為一個開發跟來台的時間的一個交互連結去考證說這個聚落。那其實。再結合一個以前那個地理水文的狀況，它的河道水脈的走向，那沙崙那邊應該是一開始的開基，那哈嘎寧可能來台灣，我們到台灣的新埤這一個區域，然後再慢慢的開枝散葉往外擴散擴遷。因為我要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生活，那也有水，那
第一個是我可以活下來，我要喝水。那第二個是，那來台灣我也沒有本錢做生意。那第一個是我一定要先種植。那我最起碼要有自己有糧食可以去滿足3餐，對，這是基本的生存，這是社會人類學的一個概念。對。可是對一個點裡邊，譬如講頭先講有水過去，哈，同時伊留下來的嗰種，我哋講魚啊，嗰度片來講的話，唔係算是過期的，好，算是一種比較粗糙的。對。等於你講可能嗰時隻嗰度鮮米摕去上岸以後，暫時你算是成家立業以後，可能用一些更簡單的東西，後來你曬一批的地方去的。好，等於你講今天來講，伊嘛唔算是一啲神秘地位最鬧眼的地方啦，哈！但是你看，對一條留下來的東西地方，可以看到伊當初伊的歷史的甜味。但是有講到講，譬如講我哋發現到講，從頭到尾嘛講啊，以後有些陶瓷它是屬於比較好的陶瓷廠，一些比較次等的比較平民一般的陶瓷廠。那從你要來發現的這種陶瓷產品裡邊，有沒有這樣子的一樣的發現呢？有啊，因為像我們現在在建工村。那打鐵村，那這一些都是現在一個新埤比較熱鬧的地方。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說，這邊的瓷器，它的年代就比較晚，但是等級也比較好，也是比較精細、比較細緻的。可是雖然說很細緻的，你懂說用來分辨說它是屬於比較，因為就一般來講，我們看到就是說就是殘片嘛。對。嘿，剛我們怎麼去分辨呢？或者是說你還沒？在這邊有看到講，某個比較像是用來細緻的花紋啊，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事情，讓你提供，也會往當初會起在古業哦。這有2個判斷的方式，第一個就是材料，那像我們假如說這是一個杯，這個杯子，那它破了，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料，它的土顏色夠不夠細膩，它的煉土雜質多不多。那第二個，因為以前這個是機器印刷的。對。以前以前都是用人工手畫的，那手畫的那就可以看出死符的等級的。那你畫的越精緻，那當然價錢就越高。那畫的越簡單，那便宜嘛，所以我也不用花太多時間，因為都是成本啊。對。所以說我們就是可以靠這2個要點去做一個初步的判斷。是。剛從畫圖這件事情哦，因為常常的問，因為這個是出自於哪個地方的？那種畫圖的習慣，畫圖的習慣，或者是他們的裝飾習慣，是不是也可以從這裡去大概去推測出？比如說上面畫個圖，花鳥圖也好，鳳凰圖也好，以畫鳳凰的方式，後面也可以去分段出，要被董書對於中國的那一地方，它有哪一地方產生出來的呢？基本上來說是可以的。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說。就好像說我們現在看到什麼東西賣得好，我們就會想要去 copy 去複製。對，以前其實就也有了。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原物料，那我們靠它的斷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它的瓷土礦的品質，它的顏色。以前我們現在很習慣，我們去比方說99啊、小北啊這一些五金行，看到都是這種我們都一般都叫美國那個就是化學拉胚土，它都經過人工的再次的選煉，所以都是很白很細膩的。以前沒啊，以前都是靠人工去提煉，那人工在煉，你給阿叔。他來幫忙煉土，那就是一個師傅的薪水。那2個師傅，那當然可以練得更細緻、更細膩。可是這個我也需要 double 了2倍的2個人的薪水。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其實供需法則跟成本法則千百年來都沒有變過。因為越細緻越好的東西，我就必須花越多時間跟人力成本。那當然，它也會反映在品質上，也會反映在價格上。那再來就是說，當一個區域，比方說，我們以這一次的新埤來講，那建工村、打鐵，那這一邊的，它都是中後期
它出現的陶瓷器都是比較中後期，但是都可以發現說比砂輪的細緻跟精細很多，所以說這是我們可以看到說一個經濟成長跟凱基可能在砂輪那之後開莊一個總頭就是一個聚落，人口開始多了，那當然多了，那代表說這一邊的它有了一定的聚落經濟、規模經濟，那才有辦法說做生意的商人他願意來這邊開店做生意。各位觀眾朋友，如果發現到講，其實今日的節目地步，我同講了講，我哋咧考古歷史學地步，我同講其實我哋發現的文物地步，如果講出幾多可能我哋文獻上面講唔出來當初的一啲故事。今日講上我哋正先生，我哋現場分享按其他故事。感謝主持人，好，感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一下，我哋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的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的影片分享出去哦。